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也》。讲到慢慢，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猪脚啦，怎么食的东西？不过除了猪脚之外，高本我同几个慢慢的好朋友，在以前的节目底部有好好同大家介绍慢慢，还有那条好高的地方，也係甚至講無窮嘅農產品啦，也係講特別嘅人文歷史等等。除了安尼，慢慢講到底還有哪度值得大家來好好聊聊嘅呢？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到慢慢講公所推廣小組嘅代表來到節目底部，好好同大家紹介一下哦。今家我哋就夾夾來分享我哋阿福哥。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灣南鄉公所推廣小組成員林田富，因為公所呢幾度發通要來推廣幾度農產品觀光呢又會景點呢要來做一啲介紹，所以請榮幸今日呢來到咱嘅節目呢來同大家觀眾朋友呢來做介紹，多謝各位。在紹介我哋慢慢講之前，先同觀眾朋友紹介一下阿福講這個本身簡單嘅經歷也係背景好冇？好，我本身呢以前都係做電子嘅經營，因為我以前做電子工廠，係做一位電子嘅業務，前民國80多年前的時間，民國80多年的時間呢，都喺台中呢做一位行銷生產電子的軟件呢一位工作，一直到一位前10年的時間，差唔多喺100年的時間呢，因為幾個經濟的問題，幾個一位我哋台灣呢，慢慢呢，又有回流，台中呢回流的一位現象，嗰時候我哋打一位順風車又歸來台灣，主要嘅咱哋呢一位心情同咱哋呢想法同咱哋呢一位完成嘅目標呢，都係講讓佢來回歸來。多一段時間的時間，一段年的時間，回歸來，來為我哋雙方，為我哋客家呢，來做一啲來奉獻，來做一啲工作上呢，基本呢，如果落一批嘅工作需要我哋傳承本我哋傳承本下一代嘅呢，我哋來接安嘅工作，所以嗰時候我都歸來咱哋灣南呢，來。看到我哋客家人，一種以前嘅文化，有按老嘅、按好客氣嘅、按有文化有水準嘅文化呢，我想講來傳承下來，來接下來，來做下嘅工作。嗰時候以前特別做嘅事情係做電子業嘅行銷，嗰時候一段時間之後都想講，電腦杯研究啦，都看唔掂用版嚟想講歸來一下，看一下，順勢講我哋。有可以人哋付出的地方，人哋都來聽數，係嘛？安尼算好咧，阿福哥，這個真是係慢慢土生土長嘅慢慢人吼。錯。哪一村啊？灣慢四九村。四九村哦，睇四九歲嘅呢吼。錯。安尼四九歲嗰度。人哋學法嘅書已經同四九歲有關係吼，嗰時候四九歲真有名。錯。講到入邊啊吼，既然阿福講係土生土長嘅慢慢人，對慢慢一定有幾層嘅了解咯吼。錯，我哋灣慢是喺講慢慢地去了解之下，因為我一擺接入去，因為我哋鄉長呢對我哋灣南保持到一啲。佢太嘅研究，如果讓我將灣慢觀光同一位農產品呢來行銷出去，也係以前太嘅一啲鄉長任內嘅一啲目標。嗰時我也順著伊個目標呢，我哋呢相當嘅支持，也會想法同做法，因為也可以帶動我哋全鄉嘅經濟嘅，也會詞彙。嗰時我義不容辭，我講較好，客家人呢來為了我哋客家。為了我哋灣慢，來共同將我哋灣慢安好嘅，有嘅文化、觀光、農產品，人文體理，來去發揚光大呢，也係一啲值得我哋呢客家人同心協力來完成嘅工作。冇錯，講到一片啊，既然佢係安尼輕鬆嘅任務，我哋來抗日冇講抗日啦，我哋同阿福哥。強下來點名一下，我哋慢慢強地位到底有哪條特別的觀光資源，好冇？我哋先從最有名嘅人物呢，
也係講歷史和建築部分呢來點一下好嗎？好，也為正式講，原來是也為入也為推廣小組來接觸也為推廣小組嘅工作以後，慢慢的呢，去體會到講，我哋慢慢真實冇本人去發現呢，以前呢像只有主角，那主角呢，睇緊人來所有的主角都停留1點鐘、2點鐘都攰嘅。師傅婆婆家都做。相當可惜，因為一到人有人潮呢，人哋一到離客呢，嚟到灣門，冇將我哋灣門最好嘅一面嚟呈現俾嘅世界，只是講也係我哋鄉民呢一太嘅，對他人對不起嘅事情。嗰時我哋一班推廣小組呢，一出去，去踩點，都係去發現。我哋以前呢，人文、地理同有嘅農產品呢，作物有哪一些可以值得我哋遊客呢來做一啲本他人做一啲分享嘅有嘅東西。嗰時一擺我哋如像我哋有吊橋，嗰吊橋呢。喺有嘅實際上係一啲景點，因為也係喺嘉平海屯，有嘅東江海嘅交叉點，也係一啲松人講，我哋四個水係講啊，一啲松甲水，有嘅地理環境係非常熱鬧，尤其夕陽嘅時節，佢日頭落山嘅時節，佢看有嘅景點，翕相襯托的這個吊橋，係一啲非常美麗嘅有嘅途徑。真係咧，因為一個吊橋嘅，即個講到鴉片阿富講嘅都真有感覺。因為我除了睇個看到嘅吊橋、3D 彩繪之外，還有個夕陽嘛，看得到，還有一個天氣咧，大家應該都唔知，因為佢係雲氣，有時就會看到牛誒，行下睇個後巴順，錯，真鬧。點解有牛誒？又有吊橋，還有個夕陽，三個空下嘅時間，一定係正。唔過真是牛誒唔係同約好時間去單位到嘅，我看其他心情，佢行到哪，佢都行到哪。嗰時有啲景點可以講呢，喺一啲休閒嘅角度來看呢，喺一啲個表送可以睇個表送心情嘅一啲地點。過來呢，都5條水嘅貨房，我哋5條水嘅老貨房呢，喺後邊去屯文字所，一定呢來協助來修繕呢。更加呢有7體貨房，更加可以講每一啲貨房呢又會造景，還有又會修繕，是會簽講可以講呢相當呢有故味，特別嗰種唔好嘅也有快嘅啲我哋呢經過合委會嘅經費，已經呢將伊呢修繕啊真好嘅，也係值得一看呢。過來都。我哋有個灣金莊嘅160年嘅教堂，也係有歷史古蹟嘅。睇緊而去到嘅呢，新年呢可以講，屯有個天主瑪利亞呢亞媽頭嘅祈禱一下呢心情呢，真是講可以呢瞬間都相當嘅平靜，係一啲真好嘅心靈祥應嘅地方。過來都更加加咗。加咗呢更加有一個可可園區，有可可園區，有個係縣政府呢去修繕呢，去有個去做嘅，也係每禮拜嘅遊客呢也唔係少，可以講有個產品啊，如以有個巧克力來做主軸，延伸過多。推廣我哋灣南一啲可可整個系列性的產品都包括到有個巧克力，喺一啲呢千萬陣呢一啲產業，嗰時也值得一看。哎呀，講到鴉片啊，其實我自己對灣南嘅了解喜歡當嘅好朋友，菜地好朋友，也係腦杯嘅好朋友也好啦人哋咧公有市場最大嘅市場嘅，錯冇？還有頭頭有講到嘅灣金村啊，同加州一兩個村，佢有兩個傳統嘅菜市嘅，也係人哋講嘅傳統市場。對特別咧，佢係最早
走神头的市场，唔係講更加人哋講嘅黃昏市場咯。其實更加很留存人哋頭牌韓式印象，可以去弄嘅走神頭嘅市場，佢唔單止有賣人哋一般嘅民生嘅用品啊也好，佢甚至還有幾多人哋客種嘅客家人，也係講河洛種嘅河洛人，甚至於講老輩人哋原住民嘅朋友，今年也會睇嘅擺攤咩呢？嗰種一量嘅菜市嘅同板板嘅公有市場，今年嘅歷史都最少也有30年以上嘅。有啊，係，尤其一位阮金莊吼，伊係早期，吼早期呢一定去食伊如赤山阮金，甚至於5嚿水嘅一位民眾呢，吼居民呢，攏會去食伊採購一位民謠式的東西，吼一位阮金莊嘅市場可以講延伸呢最完整，因為伊定乜嘅東西都有賣，乜嘅菜、長菜啦、豬肉啦，乜嘅都有，嗰時講伊定去偏嘅經營人潮嘅問題啊，可以帶通伊定嘅市場，可以延續研究嘅一位經營嘅模式呢，也係一啲呢最難得嘅地方。灣滿市場、公有市場係黃昏市場，伊係連鰻頭，係連鰻頭，錯。嗰時有兩個市場係更加灣滿呢一啲比較活絡嘅市場，都有兩個市場。前台嗰時候大家走陣就去弄迄個嘅兩個傳統市場之後，下晝就可以去慢慢嘅公有市場，老一年嘅都可以。除了人哋一般嘅菜市嘅啦吼，頭先講到嘅景點之外，其實灣滿地方文化嘅發通也幾多。除了最有名嘅人哋灣金莊嘅聖誕節嘅發通，再來係還有嘅平埔族嘅發通也有呢吼，也有，最有名嘅人哋嘅夜祭，還有人哋嘅獎炮上，好冇？講到鴉片，大家係唔係個有印象嘅呢？以前嘅印象過來喲，人哋灣滿地方，你看有豬腳，有好高嘅地方，甚至於講有人哋嘅農特產品。不過公所有按到豐富嘅資源，叫我樣板去做變化呢？休息一下，CB 茶，我哋馬上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灣滿鄉有幾多豐富嘅資源，公共資源，像人文歷史嘅，也係農特產品資源也好。公所按樣辦來做組合，來變做無共用嘅發通啦也好，也係規劃行程也好，本大家來點呢？繼續來請教阿福哥咯。阿福哥，唔看頭先人哋點嘅按好高嘅地方，按好高嘅內容，按你公所唔能有個小組地位，樣辦去做變化，來本大家講，慢慢還有哪條可以來搞嘅呢？主要嘅我哋鄉長吼，我哋鄉長嘅孫呢吼，也真用心吼，將一擺以經常去將因為吼，將我哋灣南呢以前冇做嘅事情，睇一隻伊呢吼。可以一一來呈現，嗰時更加如我哋因為我哋農地，我哋更加灣滿呢嚇也好，其他客家莊也好，我哋咧檳榔已經係飼養工，因為飼養農業嘅嚇，飼養嘅產物嘅，嗰時更加一啲問題，我哋後生嘅安樣嘅，比如因為有人來歸來，我哋鄉下來經營我哋咧農產，也係一啲可以講係一啲。千頭痛嘅事情，因為更加所有嘅嚇，有啲農產品咧，並唔係講我哋做嘅東西都可以賣得出。嗰時我甚至於會講，做嘅東西氣候嘅問題，產生種幾多會了錢嘅狀況。嗰時有啲天時地利，天時嘅問題，地利都係我哋來營造。有人用嚟種，有啲鄉長咧，真用心嘅一啲計劃性嘅東西，有啲工作。嗰時一般呢，我哋灣滿鄉，我哋推廣小組，真用心來設計我哋輔導一啲農民呢，用嚟種一位農作物嘅改種，冇搶緊種一位檳榔，用嚟種其他有經濟價值嘅一位東西，比如講一位北香港，北香港也研究呢，青香，嗰有一位。粉酸，有啲黃梨，甚至還有幾少量嘅其他嘅，比如講黃金果啦，龍有安尼有啲農產品，更加問題都講有啲農產品，
做一定的用心来照顾来做，做出来的东西用来卖，用来行销，也是一个轻重要的问题。所以要摆公司呢也为了要为农产品设计的平台呢，必出去来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条件之下，想法之下呢，来承接也为小旅行，也小旅行。小旅行呢，我哋呢设计呢，如係900個人到1000個人的人次，我哋洋蔥安尼人次來過來玩慢。過來玩慢呢，都係講用嚟將我哋觀光景點啦，比如講我哋呢貨房啦、五橋貨房啦，包括我哋呢灣景交通，一到種種嘅我哋以前都有，但是呢，我哋冇來看到。像只有實地主角都就係，嗰所以一到群眾，一到旅客呢，一到遊客呢，我哋一提引導過來做呢個工作。嗰所以一擺承接嘅呢個小旅行都係，呢個目的都係將設計一啲我哋文化上嘅，也有生態上嘅，也有呢個人文上嘅，一到嘅重點實地。有啲設計嘅內容來本地嘅人呢來看，所以入嚟入來嘅遊客可以看到我哋呢老貨房啦，我哋呢有啲宗教文化啦，都環境交通啦，還有水資源啦、飄飄河啦、半夜池啦，還有我哋呢灣慢嘅吊橋，水生態，嗰時一到種結合起來，就將一到人客。又再有一個趣味性的活動，一趣味性的活動就係去我哋呢北香港嘅個人，由原住呢來介紹生態。北香港用嚟種出而種出起來，而嘅口味用嘅本嚟先去去品嘗。嗰所以一種活動帶俾人客嗰有新鮮感，包括黃梨人咩係都去到黃梨人，本原住呢去介紹黃梨。生態上嘅成長，黃梨可以做乜嘅？必然去品嘗，貴嘅呢必然用魚的伴手禮，都黃梨啦、百香果的伴手禮貴啲。嗰所以入邊基本上小旅行嘅，有嘅期盼呢，本地嘅人受到青苔，他嘅人嘅好評。嗰所以我哋也希望講，我哋8月份以後再來設計一啲比一百發通，高精緻嘅。檔次嗰個嘅，本所有嘅我哋跨縣市嘅啦，或者台灣所有嘅我哋呢，一到旅客呢，一到旅客呢，來必定看到我哋灣慢嘅風貌，同我哋灣慢帶來必定呢，嗰種嘅休閒呢、新鮮感呢，也會發通，也係我哋更加必須也唔係講必須，一天要去做嘅事情，也係逐步呢去計劃嘅事情。嗰時阿夫講，我之前都有談過一個發通，頭都講嘅小旅行，佢係睇一個發通大廈嘛，按到萬國風情節，錯冇？嗰時後市面啊，可以繼續嘅旅行啦，也係講發通嘅內容，佢啊係一個萬國風情節嘅後市發通嘅。也為10月份呢，我哋陸陸續續有期盼啦，比如講健行啦，也為自行車，各位還有後市呢，還有幾多，比如講貨房村呢發通，貨房村呢音樂會，也攏會掛題啊地位。我哋主要嘅10月份我哋還有一啲。灣慢節，我哋灣慢節都係以前主角節的延伸。不過我哋呢範圍呢，以前主角節呢都係主角節，都搶一啲發通嘅晚會。我哋一擺可能呢，上種嘅知識可能呢，我哋會有一啲個體系呢，都將主角節呢，來延伸過來，來做灣慢整體嘅，又係一啲發通都喊到灣慢節。灣慢節呢，可能會規劃幾多。我規劃幾多，在嘅細部嘅內容嘅項目呢，我哋更加完整嘅係進行係，也係有好嘅消息，我哋絕對我鋪啊提名站，我哋灣巒物產網嘅網站，講我哋協會嘅網站，
家己拢要铺上去。啊，到时间我也希望呢，大家人呢，来共享升级来慢慢的呢，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去发现我哋慢慢。各种的可爱、人情呢，也会人情的这个怎么讲呢？温馨将一条带出来俾大家人。唔怕更加限喺规划中嘅我哋先唔讲，我哋先继续来了解下，我哋更加已經攀過一個小旅行嘅部分，因為前幾年啦，我有聽我嘅朋友提講啦，今年有參加到一個活動，拄好有我嘅朋友，也係我之前咧。可能來到節目地位好朋友啦，佢都係個北上高嘅變成嘛，佢都係負責一擺個演嘅地位，佢去做討論嘅。聽見咧按嚟講啊，一個小旅行地位唔單止像阿福哥頭都講嘅，按簡單都許多演嘅方做討論。佢講啊，佢嗱係設計咧，該設計咧，將個過演變做傳統，係用辦一回事啊。也如係過演饗宴，如農演饗宴，佢也會發通咧，拍咧也係個成功。佢喺啱鋪頭，睇也會8個人下杯，因為8個人，因為也係慎重嘅過程，必須要點天火。佢啱鋪頭點下去好，佢同佢乜嘅啊，同佢夜市樣嘅，規個天火一排一排，井然有序，又發出嗰種嘅光芒咧，相當嘅鬧。嗰時睇佢食伊下杯，我哋都。做一個把費，如要不然我哋揾請法國知名的主廚，來也做也會傳呢設計。嗰所以入嚟我哋喺一啲社團體必定去體驗之後呢，大家人因為講也發通真實是唔係查發通，佢值得呢一定來參加。嗰所以還係經要求講我哋用起來再來60。拍1場、2場、3場，安尼嘅類似安尼發通。嗰時我哋更加還有可可嘅巧克力嘅體驗營，巧克力嘅 DIY 嘅又會創作營都有。嗰時又會發通，我哋會慢慢嘅依據我哋農產品咧，又會呈現來發展到一定嘅成品。又會過程俾大家人來體驗過，有啲東西，比如講可可多巧克力，又一推呢過程，有發酵，有其他嘅，又會種入嘅，又會趣味性嘅東西。嗰時我哋喺香港沿途大家來，又會體驗過，可可多巧克力，一推時間，一推呢過程，我喺度做一定必定去搞一定做 DIY。必定觸發一定對我哋農作物對我哋溫慢，感覺講來到溫慢，也有農作物嘅體驗，也有我哋客家貨房咧，也會觀賞，也咩講觀賞啦，亦都一定咧去回憶講我哋咧客家嘅，也會貨房，嗰種咧懷古事情咧。有嘅心情，可能就講一定會慢慢的對我哋慢慢的有一啲時候，對慢慢的有一啲心情上比較輕鬆嘅一啲場所，必定來也會慢慢來體驗。就係無共樣嘅人有關於無共樣嘅主題，就算唔係小旅行地方有規劃嘅，像頭頭講嘅應該係。可可嘅啦，有個宗教嘅，有無窮條線啦，希望呢年早晨頭嘅時節，如果來參加一條無窮樣主題嘅，暗晡頭嘅時節，拄好就帶過去過年嘅地方，是美食，享受一下無窮樣，唔講5星級餐廳也冇安尼呢，將一個過年變做一個傳統嘅內容，做其他嘅書台下呢，坐頓嘅是個巴菲，安講嘅有看到佢哋鋪出來一個相片，我哋想講，哎呦，人樣唔掂咯，一個資訊啊，人哋假使講愛啲愛報名，人哋去哪了解個好啊？我哋有一位臉書嘅，有一位網站，我哋萬巒觀光網物產網，進入物產網，我哋都看得到，我哋所有我哋設計嘅發通，同報名嘅資訊起點。對窗口睇哪攏有。觀眾朋友，聽到一篇有上到有嘅感受到嘅望看，行啊，早晨頭去弄菜市嘅，也係講去參加嘅小旅行。暗晡頭呢都喺高原大廈18歲，
哦，安讲安享受啦。啊，不过大家来参加遐条活动之后，有样办的想法，也系好虾米有样办的规划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啊，不过手机慢慢吼，今年新的规划行程真是过好高。啊，不过假是讲安尼撩到安补头，马上都会几下下，行去慢慢讲，这边可以有遐个地方呢。啊，不过唔能规划的行程安好啦吼。啊，不过安尼拢伫讲，假使讲大家想要到1年、2年、3年，甚至于到4、5年的话，慢慢这边有本人可以遐个地方嘛。啊，基本上也要我哋拢有考虑到的，应该冇乜个问题，因为我哋更加合法的民宿，有时间，也名录拢看得到，希望分享大家呢，去阅览一下，应该唔定可以用一定无共用的，这种设计的风格，唔定可以选来，看下很来个。也睇的，天然我哋更加慢慢的，因为配合也会发通人潮会进来更多。当然我哋唔係講一天的，唔係講我哋都基本上嘅需求唔係講希望啦，都唔係講半年1年，我哋希望呢，然後來去嘅。將慢慢去當做一家天然故鄉樣嘅，比睇下2年、3年、4年，甚至於1禮拜，都冇乜嘅問題。因為好高嘅、好看嘅色彩貼到起點嘅，也要發通呢，我哋有早晨台位，有暗晡台位。暗晡台位呢，都係看我哋除了我哋嘅貨房，同也要宗教嘅文化嘅，也要天主教堂以外。我哋暗晡頭是包翻咧，我哋可以帶下到嘉平溪，西半嘅嗰片咧，西半咧可以嗰度生態，嘅啦，螢火蟲啦，個誒最奇妙嘅都係我由老師來帶我哋來去看暗晡頭嘅生態，貓頭條，嘅貓頭條咧，也劉一中老師亦可以將貓頭條咧，去留下來俾大家，也會遊客呢，來看，也係一啲個主題，我哋去看呢一啲，也會生態，生態行程。真是，因為我之前有參加過老師帶嘅行程，嗰種藝啲真是怪奇妙，因為我拄好有個環境，每條條真可以提價，佢真會過來，冇個環境嘅話，根本連嘅攞出啦，也係講無別嘅都看唔到嘅，哪有沒有條喏，是冇？係啊，真是鬼好搞。嗰種除了可以搞早晨條暗晡條，可以喺度睇嘅，最希望大家可以甚至睇慢慢用 long stay 啦，係啊，嗰種假使講民眾真是勤務嘅話，可以打電話俾嘅唔能推廣小組，也喺公所每一條資訊同佢哋協助冇？應該冇問題。公所呢，松樹分享時常希望哋來同我哋做一啲交流，甚至於我哋介紹那隻魚，我哋美和那個民宿，我哋公所基本上非常嘅願意，非常嘅呢，希望大家人來。哇，安尼公所嘅服務真係5星級嘅呢，安尼。不過除了做一個行程之外，其實除了行程要規劃好。帶人也可以重要嗰種公所有 TPV 也條發通去培訓人哋講嘅台南嘅職工啦，也係台南嘅人才嘛。有也係因為配合也係發通，我哋本來呢公所預計我哋呢導覽員培訓30個人如何？我也想講，應該30個人呢係一啲飽和點，但是呢，我出我意料之外，如講喺上課嘅當中。甚至於喺開課嘅前一日，一下用盡50人嘅人來。哇！嗰時也係真係講受理行咧配合到也為導覽員咧培訓咧可以講非常嘅嚴密，非常嘅嚴密。也係因為我哋導覽員話去考試考試過嘅能也會合格證能有導覽證所以嗰時也會一系列我哋弄照最嚴格嘅標準來。主要係為到乜嘅咧？為到講我哋導覽員培訓出來素質來比人個好來。嗰時也係發通更加多，更加有20人台查嘅過來嘅，車次過來。他看人咧，意見咧反應相當嘅好。佢講
他看人的人情味，伊上书的多，我哋温慢的人情味的浓厚。哦，他看人来讲，哦，他係嗰種兄弟姊妹樣嘅。啊，過來呢，經典的介紹，哦，可以講內容超完整。嗰時一擺藝術感覺講，一擺發通嘅成功，係靠他個人呢，嗬，共同有安嘅理念來發展我哋温慢。好來推廣我哋呢温慢的農產品，好有一種嘅理念嘅驅動力呢，嗬，本他間呢，嗬，將一啲發通呢做得相當嘅好。安尼阿夫講，能做安用心啦，嗬，民眾嘅回饋應該係都大部分攏係好嘅嘛。啊，如果民眾講，能一個小利行可能係減嘅，是要加入去冇？有安尼一個回饋冇？有啊，因為一擺呢，嗬，也有幾多一定看到一擺發通，一定都延伸講，咁我也係發通再來進入有嘅內容呢，嗬，講豐富嘅有嘅行程呢，嗬，對一定來講，我哋唔單止來1年咯，我哋2年3年，甚至有安嘅理念。所以我哋更加咩針對各方面一定具體嘅上。我一定來慢慢，我一定要吸收嘅某個東西，一定要看咧，我了解某個東西，我哋針對一定嘅想法，對一定嘅意念咧，我哋來一步一步睇實際，我哋以後慢慢觀光性質，我用嘅實際，我哋農產品，我用嘅來推廣，本他個人去體驗我哋農莊嘅生活。比如講，必定去摘水果啦，必定去做農場嘅 DIY 嘅，又去體驗啦，一定特別嗰時候做到嘅，嗰時候看到嘅，又嗰時候體驗到嘅，來慢慢一定可以體驗嘅時間，都係我哋慢慢可以呢吸引他個全省的遊客呢，過來我哋一片呢來體驗，來將興趣呢。來完全呢，投入到我哋温慢，我哋温慢人潮都喺度，經濟都會帶動，一條後生呢，都想會歸來我哋鄉村呢，來自家來做這個有意嘅事情。他個有集思廣益，來設計我哋用嘅來創新，一條觀光有條資源，農產品的開發用嘅來，他個共同來研發出嗰合適。個美觀一條東西呢，就本他看嘅。安尼嘅話，人哋嘅個行程啊，民眾嘅回饋按熱烈，唔過唔能睇規劃嘅時間，人頭都有面到呢。一個規劃嘅行程是要青島人、青島某種嘅單位嘅合作嘛。唔能睇推動嘅時間啊，有多多樣辦嘅困難，有嘅講可能無法度配合時間啊，嗰度有最困難嘅部分唔敢到吼，係哪樣？更加好，有嘅部分都係講。將一位更加他個人呢，尤其後生嘅，一定都因為講上下沒有經濟的來源，嗰時一定全部都過來高雄啦、台中啦、台北、太城市呢，去賺錢。唔但係喺咪幾耐嘅時間，伊哋思考嘅問題都講，我歸去做乜嘅？唔係我種東西，我種係我買乜嘢，都是成關係，甚至於更加如果我哋更加我也經常講民宿呢，我用我來整合起來，用我來帶動民宿，有啲民宿呢，俾放起來，放起來之後，一條有老貨房啦，有老屋嘅，一條屋主呢，伊都願意講，我看得到眼見嘅。我俾我睇下全部開起，我喺假使徵收起來花一些錢，我來配合呢，公所來配合協會，他個人呢來運作起來，來設計一啲親好嘅居住環境，住宿嘅環境，一定都會過來。嗰時我哋而家睇美好嘅時節都親頭痛嘅問題都講，我唔相信一定有辦法將一啲經濟，即係能想法，可以讓我哋睇下老屋嘅好吃，一定咧觀念都講，人客來如果喺飯店。我係熱鬧嘅，好嘅設備嘅，但是更加冇共樣嘅，更加因為一條競爭啊，所有嘅5星級、4星級啦，一條飯店咧，而啲設備咧，他個人係得意見冇乜嘅感覺嘅，都差唔多共樣。嗰時我必定回覆講，頭擺我哋去睡嘅榻榻米啦，我哋去睡嘅木板床啦，嗰種玩些時間，嗰種嘅體驗。一定會感覺幾稀奇，因為唔係一個
一生人，伊怎样呢？来，迄个2年3年，嗰種嘅心情無相樣。佢所以一到年如果因為2年3年，但是呢，伊啲群眾假使講有100個、200個、300個，按你來輪流嘅時間，命不如有人hết。好，嗰時如果帶通過我哋上下一到落貨房，我有安尼嘅經濟創造嘅產值出來。咁所以更加慢慢地會有來。嗰啲更加4個歲也有一啲貨房係美好講做有機書店嘅，有機書店咧也做起，更加南部都體檢睇啊，4月初10也要開幕，身後也有營造背包客嘅也會民宿，嗰所以安尼情況之下來用一啲貨房來帶通嘅時間，他個人看得到有成效嘅時間，他個人都會想講，係哦，我哋安尼活嘅，如果可以存錢，一定如果可以年來投入，伊投入嘅時間如果帶動周邊，慢慢的，他個人都會結合，嗰所以也係一啲過程啦。也一啲過程，過程呢，我哋絕對一定要有信心，有執行力，慢慢的呢，有耐心呢，來付託一點，我相信有個成果都看得到。哇，觀眾朋友，今晡日阿福哥安尼小記，大家係唔係對萬萬的印象開始有無窮樣的改變的呢？從嗰本我聽到佢安尼分享啊，真是馬上都想要來去掃描前面下佢個小旅行下一次的資訊，係哪幾位？馬上想要來去請朋友共下來去聊聊呢？再一次感謝阿福哥今晡日帶來咁精彩的分享呀！希望下一次能有更多更精彩小旅行也係無窮的發動。拜託再同大家講一下，好嗎？冇問題。我也希望大家人呢，可以時常呢去閱覽我哋，也會點閱我哋呢這個網站，就觀光我哋萬萬呢也會官網，個我哋呢午餐網，我相信第八個度嘅我哋設計嘅，也會發通呢可以提起呈現，唔能可以呢去慢慢地去寫唔能因為講唔會查嘅，唔能因為講有興趣嘅，我希望大家人呢書看書呢，過到我哋萬萬，大家人來營造我哋萬萬嘅一種嘅龍井，也係我睇下呢個希望嘅。好，再一次多謝阿福哥，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好，大家來去萬萬之前係咪作為有個少年的呢？更加田頓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